你知唔知道喺呢度買樓每個月仲有300補貼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amptons Joyce。大家有冇發覺而家倫敦租樓真係越嚟越貴，每個月交租好似倒水咁。今日我就發現咗東倫敦一個幾有創意嘅置業方案。如果你買佢哋嘅樓花收樓之前，每個月都可以攞到300補貼。我同大家計一計，一個月300磅，一年就係3600磅。項目預計2029年第一、第二季收樓，即係大概3年時間。咁加埋就差唔多有10800英鎊。呢個項目叫 Ocas Bow， 位於 Aberfeldy Village， 步行大概5分鐘就到 East India DLR 站，去 Canary Wharf 只係2個站，去 Bank 金融城大概15分鐘左右。成個屋苑綠化都做得幾好。你睇中間有一個大型中央花園，朋友遊樂場，成個社區環境都好舒服。你睇呢邊有平台水景，而我身後就係 DLR 車站，由車站行返去項目大概5分鐘。附近仲有一個好大嘅祠堂，嗰邊仲有噴泉。夏天開門睡蓮嘅時候，真係好有氣氛。呢個項目就喺 Canary Wharf 隔離，地段真係冇得輸，周邊生活配套亦都非常成熟。無論步行5分鐘去地鐵站，定係2分鐘去餐廳 cafe， 或者平時約朋友食飯聚會，都非常方便。附近仲有好多大型商住社區，入邊亦都有唔少辦公空間，所以一直都有好多租客。無論你喺 City 金融城返工，定係喺 Canary Wharf 返工，呢度都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而家我哋嚟到 Poplar， 其實 Poplar 就喺 Canary Wharf 對面，行過條橋就到。由 Poplar 搭2個站就到 East India。你睇我後面就係 Canary Wharf， 而家已經有現成示範單位。如果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哋預約參觀。呢個項目都好適合未來幾年打算買樓自住嘅朋友。如果你有興趣，不妨揾我哋了解多啲。另外，項目仲推出咗低首期付款安排，交換合約嗰陣只需要支付樓價2.5%，之後12個月支付2.5%，到收樓嗰陣先支付餘下。咁點解發展商會咁做？因為發展商資金充足，雖然係樓花，但整體風險相對較低，而且起樓期間仲有頭先講嘅每個月300租金補貼。如果係你會唔會心動？